苗栗南中也多年来游客有过少为哟，大细日政策起态，民俗团传统业者平常时其实生意唔系几好，不过按照通化剂有人工不足个，业者也提醒，假使安尼嘅情形无法度改善，影响到观光品质，怕会恶性循环。啲民俗嘅客堂度方，條價錢那嘅鋪墊，自家作為純飲茶，愛請人下食。但係新嘢咧係南中鄉觀光嘅體驗。二十條街下看油同花，阿不是條去看風飲場，係像嘅一到年去客家種流了。是唔過體驗街下人按到民俗冇垂條應付。多的話就是假日比較多一點，然後多一點還有分淡季跟大月。那淡季的話根本就三五個人而已，那你說要請工人，要請也不是，不請也不是。你又要他語言可以跟客人溝通，啊，又要會整理房屋，啊，那個園藝方面又要去整理，真的是比較雜。前唔到短期來做4年，長期又唔敢搶，難中我發展觀光係多問題，大部分問題不妥，無就係苗路巷嘅小街，苗啲南中有富飲從土啦，無就係同化劑發通家下，個會上到年起，唔過苗啲人多年來一度發通錄音證隨真問題遲些位，就影響到佢嘅了位年。因为在网絡上，他說老闆人兒好會帶我們去看那個螢火蟲啊之類的，還有就是那個梧桐花，因為在香港沒有這種東西。一些公開的一些可能廣告啊，或是一些活動的資訊，其實以我們人的立場，都會接受到這些訊息，然後而想要去參加。事業民俗同傳統經驗，睇上一嚟收藏歸體。唔過南中依度農村路人氣，也依部嘅上嘅依度人氣嘅。咁在面對寧夏甲依嘅東西改變呢，主題愛上網增加自家嘅特色，冇就會調整做生意嘅方式。咪希望政府是啲上一嚟來聽合手帶動產業，也下觀光產業度度改變呢。也在邊確愛定牙機，在過來建造健康。下個新聞總之面，苗栗報道。